好声书第6章，因讲来啊，咱就回头归往上主。伊疼哩咱，嘛要医好咱；伊拍咱，嘛要包咱的伤。过2日，伊话互咱复原；第3日，伊话互咱爬起来，咱就会当伫伊的眷顾的生活。咱就认捌上主，尽力追求来捌伊。伊会亲像清早的光出现，亲像雨水淋到咱，亲像春雨润得土地。伊发现啊，我着安怎对待你？犹大啊，我着安怎对付你？面对我的疼，亲像早起时的云雾，亲像露水真紧打去。因为安尼，我派先知甲恁扑死，用我的话甲恁杀死。我的审判亲像清早的光发出。我较爱自爱，无爱祭祀，爱人真正捌上帝，赢假献烧化祭。毋过因亲像亚当背约，对我无重视。伊咧是歹人的城，因的脚趾拢是杀人的血。祭司结党，亲像强盗，伫事件的路中埋伏。杀人做邪恶的事，伫以色列家，我看到通厌恶的事。伊发现犯阴行，以色列目拉散。你咧犹大，甲你输挂的时已经决定，我要互我的子民恢复繁荣。